似乎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一个很简单的公案，大家互相来鼓励了。有一天，有一根木头上面忽然来了一只小蛀虫啊，木头就对蛀虫说：蛀虫啊，请你不要在我身上爬来爬去的，你那么小，我这么大，你那么软弱，我这么坚实啊，如果我一动，肯定会把你给压扁的。蛀虫拍拍胸膛说：木头啊，你不要自以为是老大呀，不要看我小啊，我可是能把你这一根木头一口一口的咬烂，咬成木屑的哦。木头听了就说：蛀虫啊，你不要乱讲，你哪里有这个能耐呢？蛀虫就说：那么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吧。就这样，木头跟蛀虫整天都相处在一起，无论早晨黄昏，蛀虫都一口一口的蛀死着木头，蛀呀蛀呀，最后就把这一根木头蛀成木屑了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公案，让我们很大的警惕啊！木头跟蛀虫之间的对话颇有意思啊。世界上的人常自认为我大你小，大的不必怕小的。事实上，大家不要以为木头很大，这个蛀虫很小，蛀虫就会不敌这个木头啊。只要时间一长，木头就可能败在蛀虫之下了。常言说得好啊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小小的水滴可以穿石啊。乃至于人身上的病菌虽然很小，一旦传染开来，健康就会受到损害。所以俗话说啊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，就是说明在一个团体里面呢，只要有一个坏人，也会把大家搞得天翻地覆。修行也是如此，要先确定最终我们要成佛的大目标，之后呢，就要像故事中的蛀虫一般，锲而不舍，绝不间断地向前迈进。然而在过程当中，绝不可以像故事中的木头般自以为了不起，而起了共高我慢的心。佛法说，我慢就像高山，滑水不能入啊。因此在修行的道路上，一定要保持谦虚的态度，才能长久持续的精进不退。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常住，任何一个莲友到我们道场来参拜，我们一定要视同菩萨，我们要客气礼貌，非常热情的接待。如果有一个出家人到我们道场来交流，我们应该当作佛来看待他。我们对人千万不能藐视，因为每一个众生未来都是佛，只要他一念向善，精进念佛，他必定能够成就佛道的。所以我们不能看轻任何一位众生，如何尊重每一个人，这个是我们该有的基本修养，也是我们应该具备的观念。这一点呢，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